老師成日同我哋講故事㗎，今日講美味的蛋糕啊！We enjoy listening to Teacher E's story and playing games. Let me try. This. Yes, high five. Very good. Get it. Wow. 頭先本故事係講整蛋糕，今日老師就同我哋整蛋糕啦。學校天台好大㗎，我哋日日都喺度玩嘅，可以玩沙，好開心㗎。遊廊有好多唔同嘅區角，我哋可以自由玩㗎。大家好，我係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信隆人澤幼稚園嘅伍校長。我哋學校係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教育基金會主辦嘅非牟利幼稚園。我哋學校係以香港中文大學博文約禮嘅校訓精神回饋社會。我哋係充滿熱誠、積極進取嘅教育團隊，提供靈活、創新、富啟發性嘅教育活動，令小朋友能夠喺成長中得到全人發展，為日後嘅學習建定良好嘅基礎，培養好奇心、創造力，令佢哋喺愉快嘅氛圍下成長，培養出自信心、善於表達、樂於探索、勇於面對困難、感恩嘅新一代。我哋嘅課程主要係從遊戲中學習，重做中學，以鞏固各個範疇嘅知識。好似我哋有自選區角、科學探索區、天台戶外嘅體能活動空間，都係俾小朋友可以有唔同嘅嘗試。而且外籍老師亦都會參與課堂中，提升小朋友嘅英語能力。學校嘅老師亦都非常有愛心同埋耐性，每一日都會朝頭早同小朋友逐一抱抱或者擊掌打招呼，帶佢哋上樓梯返學，展開佢哋全新嘅新一日。家長見到都好放心，亦都好開心㗎。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我哋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信隆人澤幼稚園嘅話，可以隨時聯絡我哋。